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日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其中上受到关注的是由民阵发起的818大游行，将伫今日下晡2点举行。警方已经发出无反对通知书，但是有附带条件，只批准伫维园集会。民阵计划以流水式的方式来进行。另外，伫昨暗的2型大型的游行和平结束，不过部分的示威者转往旺角警署来组织，警方伫站7点展开驱离。示威民众用镭射标照旺角警署，警方提盾牌戒备。在这间示威者到旺角警署聚集，并伫暗时7点，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向旺角方向锁顶动。过程中传出有民众对天桥等物件，防暴警察射一粒布地弹。伫车路边，民众对警察的行动是呛声。暗时8点，伫咧路已经看袂到乌衫人的踪影。民众看到818维园旗，警方是谴责示威者破坏社会安宁行为，又搁呼吁示威者爱顾及公共安全甲社会秩序。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进入第11礼拜，8月7教师大游行伫咧落雨天当中进行，上万名示威民众到香港的礼宾府，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抗议。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守护良知。守护良知的意思就是警察采取过度的武力去镇压民众，这个更是不对的。我们要告诉他，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下昼伫红磡土瓜湾地区就发动光复红土游行，现场来了上万名的示威民众。不过主要诉求甲反送中无关系，是不满这几年属于陆客团大量进入当地主题区，造成生活受影响。现在我们要求警方呢，第一不是限制大陆来港的旅客的数量，然后呢就不要再用这个猪仔区来交代我们的大陆来的旅行团了。晚5点，受建制派发动守护香港大联盟伫金钟天马公园集会，诉求是反暴力救香港。警方讲，上侪时阵有108000人。因为今天呢是不出来不行，因为这样暴力的太离谱了，搞得整个香港都已经乱套了啊！一切来冲击政府，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身为中国人，他们来反我们中国。大家注意的818民阵游行，伫礼拜一到2点开始。因为这边香港警方发出的无反对通知书，要附带条件，只敢批准伫咧维园集会，不过无法度向来上百万的抗议民众，所以用流水式的方式进行，希望抗议人数唔通点伤久，和更加侪人会当入去维园参加活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有发生什么大代志。联合报主计处公布2018年家庭收入加支出的调查结果，每一个人会当支配所得的中位数是29.2万。财政部年底将根据这个数字，预估基本生活费对现行的17.1万提高到17.5万，伫每年报税时阵就会当适用。自由时报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明年3月开始会当合法用自行车载幼童，但是加装的椅座啊爱符合安全规格，违规者上悬会当处600块。苹果日报今年4月伫花莲山区野放的南安乌熊颔滚的追踪器已经落记录，有民众烦恼乌熊拄到危险。乌熊妈妈黄李秀伫面册发文表示，追踪器发现的地点远离步道，附近拢无人，乌熊并无拄到危险。继续来关心天气。气象局提醒，今仔日继续受到西南风影响，苗栗以南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爱到8月21后礼拜3，天气才会较稳定。另外，伫昨中南部袂少地区拢因为落强雨出现淹水灾情。车路山变最灰，昨下到台中市大道区落大雨，时雨量86.5毫米。连德路也有自由路附近，因为水未恢消透，淹了半个轮仔悬。警方紧急封路，水利署也对大道区发布一级淹水警戒。那中部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昨共款也落大雨，高雄林武凤林路规条拢淹水。那是上游山上的水很大来啦，也要支流来很多来支流来到这里，剩下一点这里
地势比较低洼。真正小港加左下部分路段也淹水，淹过车也是会当行，大部分伫咧半点钟了就消退。那个雨水是从这边渗进来的，已经淹了第3次。屏东顺利乡这个明体外口的山坡，前几天才发生土石流，昨一场大雨了又搁发生，并且把明体冲破去，造成土浆一直灌入去，无法度大。气象局讲，伫今仔日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苗栗以南也有发生大雨的机会，才会注意雷公四那一个强顺风。这几天落雨，山区就会注意会崩山，天气就会到2日后礼拜3才会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昨公布5位新的模确诊病例，其中有4个是国泰病院的急诊医护人员，感染的人员拢有接触到指标个案的人。另外一个是甲指标个案坐共一撮班机，嘛和这次的模均自感染人数增加到7个人。国内模疫情稍微拖来拖去，搁再扩大。顶个月底，一个台北市30外岁男性，伫越南去喂着模转来台湾了后，毋拿喂互所内底人，即阵更加传出，迄天共班机一个旅客也喂着，而且头一位感染者到国泰病院挂急诊时，也互4位急诊医护人员去喂着模，互伫即阵模疫情喂着人增加到7个人。因为这个病人他本身有自主的免疫疾病，哈，所以他另外还有这个大量有服用这个类固醇了，哈，所以导致他的病毒量有比较高。疾管署讲，指标个案也是头一位互喂着人，本身有自体免疫疾病，加上食类固醇药物，所以讲喂着模了后，病毒含量真悬，传染力真强。就算大多数医护人员拢注射过模甲德国模的混合疫苗，以外有4位医护人员去用喂着，即阵伊拢伫所内底隔离休养。而国泰病院也因应这波疫情，调整急诊减伤的动线，来加强病院内底感染的管控。个案子以后，昨天我们已经决定了，就是说，加强管制哈。除了要看病的病人以外呢，其他的普通的病人一律从大门进出。疾管署讲，这摆小卫感染的事件，即阵已经将相关的接触者有1981人，健康监测的继续到9月6号，而总计今年以来有119例模的病例，其中72例是国内去喂着，47例是境外移入来喂着。喂着国家以越南、泰国加菲律宾这国家较多，所以讲提醒民众，若是要到模流行的所在，建议自费来注射一剂疫苗来降低防喂着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外上新的研究发现，近视学童的视网膜血管密度比正常学童较低，而且黄斑部嘛无血管的面积嘛有真大的可能会提悬未来目睭退化、黄斑部病变甚至失明的可能。后来时阵，囡仔伫咧厝的时间变较多，接触3C产品时间也变多，小心目睭变近视。国外最新研究发现，近视毋但看远看较无，也可能互目睭提早来退化，增加黄斑部病变这几率。有1000度数的人的话，他比一般人，他整个眼球的大小大概大了30%。那眼球变大以后，就出现2个问题，一个就是它周边的网膜会绷得很紧。所以高度近视的时候，有比较高的机会会产生这个视网膜剥离。波兰华沙儿童病院进前利用光学长展来扫描血管造影，检测143名11到15岁囡仔目睭，其中有89个人近视，多数在100到500度中间。研究发现，近视的囡仔这个眼轴会变较长，而且视网膜血管密度明显降低，黄斑部无血管面积也明显增大。未来得到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这机会也得咧增加，有失明风险。而且新发现也是全球头一摆来证实，近视甲目睭的病变有密切关系。那以前认为就是退化嘛，那现在告诉你说，其实这个退化除了本身细胞的退化，还有可能是血管系统的退化，两个一起来，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医师来建议家长，2岁以下囡仔应该避免看3C产品的荧幕，2岁以上囡仔每天看手机的时间莫超过1点钟，尽量用户外活动来代替3C产品，适度规划囡仔真群来看物件，才法度远离视力恶化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湾甲美国采购66架 F-16V 的战机案，川普政府伫8月15通知国会，目前正咧审查。这个军购案总计销是新台币2500亿，嘛是这几年来美国卖予台湾金额上悬、规模上大的军售案。
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已经决定把价值80亿美金的对台 F-16V 战机军售案提交各国会审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伫16日各自发出声明，表示支持卖台湾 F-16V 战机。对此，总统蔡英文讲，真欢喜也真感谢美国对军购案采取正面的态度。这项的军购将会一定程度的提升我们空军的战力那让我们整体的国防也能够提升那我要在这里讲，我们国防能量的提升是为了和平那也只有在我们有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量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保证这个和平会持续下去。空军司令部也伫脸书说明 F-16V 战机的优越性能，也讲在咱国得到 F-16V 了后，咱国空军的规划新增加一个战斗机联队，强化本岛整体防空安全。这项军售案总计大约大票2500亿，将是近年来美国对台湾上大规模的军售案。蔡总统强调，台湾有够的防卫能力，才法度确保和平。针对最近有民调讲蔡英文大幅来赢对手韩国瑜，蔡总统讲，民调有时间点的限制，参考就好。我们现在是执政者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国政做好。民进党是团结的那我们对于2020的选战我们有信心。那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点我们提出最佳的组合。对着香港情势紧张，总统回应针对最近国际情况复杂，国家安全会议继续有小组伫监看香港的情势发展，政府会继续来关心，并且坚定对台湾影响的应应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正式成立，宣布8人顾问团名单由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做总调职任。韩国瑜表示，未来伊执政的目标就是台湾有钱、人民安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亲身宣誓，国政顾问团正式成军，总调职人由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担任，副总调职人有3位，分别是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志军、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加前政务委员蔡玉玲。好多学者专家都有一腔的热血，不去联络不知道。一去联络吓一跳，忧心忡忡。所以这100人顾问团特别要跟各界报告，是第一阶段出来的。事实上还有另外100位，他们因为现在有职务在身，并不方便直接挂名。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共有20位组，其中2花切来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明，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外交由前国安会副秘书长何淑英担任调集人。另外，马政府时期的多位前阁员也加入，包括前国发会主委林祖嘉、捌做过财政部处长加金管会主委的立委詹明忠、前农委会主委陈宝基、前交通部长陈建武加前教育部长吴清基。你们这里面好像都是老男男，好像都是马政府时代的成员，这里面成员是老中青都有。我们强调什么呢？我们强调经验传承、提携后进，他们才知道说这3年、大半4年，蔡英文总统的政见有哪些地方有问题，因为有过去这些经验，才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韩国瑜讲，过去3年，台湾在蔡英文总统带领下，行向台湾危险人民散车，两方关系更加是真歹。蔡英文若是想要说服选民，应该提出实际的国政。未来家己执政的目标就是台湾有钱、人民安全，更加希望选举转来到公共政策面，卖论做无聊的喙烂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从镜头转来法国。法国有一台观光小火车，行驶到明年就满101年。这段关山铁路常常迄算是全法国风景上优美的铁路，现在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体验。在法国，当比利牛斯山的高海拔康湖浪自由城，黄色小火车准备要出发，有人看时间表，经古早型的列车，也有人要经较新的有空调的列车。严哥对这段美丽浪漫的铁路旅程拢真期待。Ce train, il est unique au monde. Il traverse l'ensemble de notre montagne, en partant de Villefranche jusqu'à la Tour de Carole, et avec une halte importante sur Font-Romeu.
Au départ, il y a une partie un petit peu plate, on va de village en village, et puis petit à petit, on monte dans la montagne, on est un petit peu à flanc de montagne. 黄色小火车驶伫咧悬悬低低的山岭之间，跨过溪流，软过山谷林地，速度袂超过54公里。坐伫咧内面看到外口的风景，规个心情拢放松。C'est un train qui aura 110 ans l'année prochaine. C'est un matériel historique, hein, avec des rénovations successives qui ont été faites en 1950 et en 85. Moi, ça fait 10 ans que je conduis le train jaune. Je suis toujours émerveillé, quoi, en fait, hein,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à voir des choses que même au bout de 10 ans, je n'avais pas vues, ou des choses qui ont changé même, je dirais. 坐黄色小火车会当体验到两座历史建筑，著名的铁道高架桥、镶钻式的赛罗蒂高架桥，北动员1500名工人开3年时间建造。吉斯库拉桥是法国唯一的现造铁道桥，吊伫咧半空中，离地面80公尺。火车伫咧过桥时阵，速度拢爱放慢。若是坐无看过车厢的乘客，袂输敢若是君临天下。这条铁路也已经电气化，无引领吵闹的声音，静静的软过山崖，感受是搁较赞。记者综合报道。休热时阵，真侪家长会带囡仔去游泳池耍水，有不少业者会伫水上游乐园放灌风铺伫水面的大型设施。不过，这类的设施煞有可能有危险，大人爱特别注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解散20档，总算转来中华职业棒球的魏全龙球团送伫云林斗六棒球场开训，球员身躯顶穿的是以前的红色球衫，嘛号球牌，非常怀念。过了23年，魏全龙队一将重返中华职棒舞台，球团成军。第一任队长由外野手林旺为担任。17号早起，球员穿着红白球衫，参与云林斗六棒球场的开训典礼。答应组队要参与选秀，到一连串积极的作为，我们非常有信心，龙魂将再起，大家拭目以待。目前，魏全龙大约有40位球员。总教练叶军忠指出，因为选手无预计会选入这么侪人，所以希望教练团年底前会当增加更较侪卡手。至于进前以客座教练身份加入日本球星川崎宗则，未来也有就场的可能。比赛的态度、比赛的细腻度、比赛的技术，从他身上去学习到一些东西。在教练部分，我们比较期待的是，希望说他可以把他的经验，然后传承给这些球员。我希望我们可以在2023年，然后可以打进季后赛。叶军忠也说明，会考虑川崎宗则身体符合甲气候协调等因素，看情形调整。为9月开始，会陆续甲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赛，同时更加向中职发挥，想要参与年底的冬季联名，增加更侪实战经验。对此，中职会长吴志勇回应，已经进行筹组计划，目前球队是设定2023年要拍入季后赛，全体球员也会以这个目标全力拼。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英雄唔惊出身家，家父基金会举行今年金虎奖的颁奖典礼，表扬5位优秀佮有才情的少年人。因共同的特色，就是唔管厝内有偌歹过，拢拼出属于家己的未来。震撼的歌声，节奏性强烈，真强的气势。宋坤团家甲云林家父成员带来高水准演出，幕后重要人物就是团长宋建坤。自细汉家境无好，自卑感真重的宋建坤，高中时阵不爱读书，只是爱走庙会、爱拍鼓。因缘之下开始学拍鼓，后来去强庙教学生组团演出，发扬传统艺术。一路上的努力，可以得到家福基金会2019年的金虎奖肯定。通常在同样一个平台，他们自信心会不足。那其实我希望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让他们在台上就是不用害怕，就往人群去。然后其实当你努力的时候，人家就会给你肯定的掌声。有一位即阵现职是分行助理副总裁蔡明宏，事业发展稳定的伊，较早发传单，各种粗工拢做过，也为着家庭来放弃学业。不过伊并无丧志，用拍拼换来机会。
来改善困难的家境加学历限制，行出家己的一片天地。一个小小的金融雇员，做到今天的助理副总裁，那就是只要给我舞台发挥，我觉得我就会努力的去做到最好。69年以来，家父协助21万外名国内贫困的囡仔来自立更新。只有每年颁发的金虎奖是用来表扬杰出的自立青年。今年5名得奖者有企业创办人李基全、萧明芳甲立委李坤哲。虽然因自细汉面对真侪磨难，不过拢有在成功来跨越困境。希望用自身的故事勉励更加多弱势儿童，并且希望这份爱能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高雄的天虹园掌中剧团，无亲像电视播地戏有热烈的灯光效果。团长叶世宏长期伫公演场、编戏以及校园播地戏社团付出。今日下晡5点，公司搬戏人生，邀请大家深入了解天虹园掌中剧团的故事。囡仔讲话上碰风，大人听了头壳路。走到海边放一个屁，大死死的海灵王。我感觉布袋戏上趣味的所在就是伊的台词，搭开场话，尤其是咱即马有遮侪事啊，嘛是有时阵咱袂晓讲，嘛会使透过布袋戏来了解一寡遮的事啊。天虹园掌中剧团由团长叶世宏带学生练口碑、练脚步手路。自细汉，伊就伫戏园大汉，定定接触到布袋戏班。1991年，因为看小西园靠王师傅所主演的戏，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掌中戏。嘛，伫咧近两年开始向靠王师傅拜师学艺。这座彩楼差不多是民国85年来，这是泉州惠安一个雕刻师傅伊所刻的。因为这组咧刻，伊是做有工的，这是专门表演传统布袋的戏台。彩楼是传统布袋戏演出的戏台，有正有路的木工。布袋戏翁仔伫咧当中扮演前公司，和金光戏、电视布袋戏无共，传统布袋戏干那掌中大势，无留日的声光效果，干那靠文武场和主演一双手一支嘴来演出。因为布袋主演你啊翁仔挂口碑。规个剧情拢从你头壳来，你规身躯拢焦点当着。我是感觉大家要有耐性，来认真来观赏这个传统布袋戏。虽然台湾的娱乐市场主流已经不是传统戏剧，天虹园掌中剧团有关是坚守传统布袋戏的艺术，伫咧国内国外世界奔波演出，和台湾以上布袋戏继续生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报告。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加27，上悬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早起新闻，咱再会。